呢度嚟自羅馬尼亞嘅 Massey Audio Alba 出咗成年啦，你聽過未呢？冇留意唔緊要，因為咧我都未聽過啊，哈哈！已經延續一貫 Massey Audio 設計語言啊 ，Alba 沿用高階型號 EVA 嘅外觀設計，機殼採用新合金同陽極氧化鋁組合而成，堅固耐用又靚仔，戴起嚟仲好似塞咗對喇叭上耳咁樣。根基有 3.5 節線，可以外加 USB-C 轉頭，直接插 C 頭嘅手機、平板或者電腦聽歌，仲可以額外購買4.4原裝線用喺 DAP 上邊咧欣賞好音質都得噶。嗱，聽感啦，中性偏暖，好有活力，高動態，音樂感強，音色圓潤得嚟有少少刺激，音長適中，夠集中有凝聚力，低頻紮實，厚身小肥但未去到朦嘅，有量有力，punch 感強，好有存在感。中頻微暖，人聲唔算太前，潤澤唔吉耳，高頻有啲進取，聽節奏強嘅歌會炒炒地耳噶。整體分析合格，3頻平均自然，4平8穩，有板有壓，日常輕鬆接手機聽下歌都好唔錯噶。